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4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19节，以赛亚书25章第1节到第5节，彼得前书第1章第8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盼望。当人遇到极大的阻力、压力、困境的时候，就需要有上帝的应许，因为上帝的应许将给他们带来盼望，帮助人们能够继续的生活在生活当中来面对困境。最近在看一位住在犹太地的台湾姐妹，她分享的以色列美角当中，提到了以色列人呢，每年在1月27号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时候，会鸣放警铃，全国人民都会在听到警报铃之后呢，站立默哀2分钟。这是纪念2次世界大战犹太人被纳粹大屠杀的大灾难。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有大概2/3的犹太人遭受到了屠杀，他们感到无助。以色列人需要的就是盼望，盼望着上帝差派一位拯救者。以赛亚书25章第1节到第5节，先知的话这样说：上主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崇你，要称颂你的名。你行了神迹奇事，你已经实现了那早已定下的计划。你毁灭了城市，破坏了他们的堡垒，敌人所建的城堡已经荒废，永远不能重建。刚强的人民要赞美你，强国的城市要畏惧你，孤苦伶仃的要归依你。在困苦的时候，从你获得安全，你给他们躲避风暴的地方，使他们在艳阳之下得到遮荫。残暴的人攻击像严冬的暴风，像沙漠的热气。但是上主啊，你塞住了敌人的口，你制止了残暴之徒的喧嚷，正像炎热当中云朵消除的暑气。上帝的应许赐下预言，就是为了要让在苦难当中的人得到盼望。彼得前书第1章第8节 B 到12节，彼得也这样提到基督所带来的荣光与盼望。他说：你们有言语所不能表达的那无限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正在领受信心的效果，就是你们灵魂的得救。论到这拯救，先知们已经有详细的寻求和探究，并预言关于上帝要赐给你们的这恩典。他们探索要知道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所指示的，就是预言基督必须受苦难，后来必定得到荣耀这件事情，会在什么时候，在哪一种情况之下来实现。上帝让先知们知道，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你们。他们所说的这些话，现在已经借着福音的使者们，靠着从天上的圣灵的能力传给你们了。这些事连天使也希望明白呢。耶稣基督就是现代人的盼望，接着他的复活，上帝的荣光就实现了，他将救恩赐给了世人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19节。我爱上主，因为他垂听我，他垂听我的祷告。我每次求告他，他都垂听我。死亡的绞绳环绕着我，阴间的恐怖笼罩着我。我被恐惧、焦虑围困着，我就求告上主说：上主啊，我恳求你，求你救我。上主赐给我的一切厚恩，我要怎样报答呢？我要向上主举杯，感谢他的救恩。
我要在他的子民的聚会中向他还我所许的愿。在上主的心目中，他的一个子民的死是多么的痛喜的事。上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跟我母亲一样侍奉你。你已经释放了我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，要求告你的名。我要在你的子民的聚会中向你还我所许的愿。我要在你的殿宇中的庭院里，在耶路撒冷信守我的诺言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主将救恩赐给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将应许的盼望赐给了一切相信的人，又呼召我们成为主的仆人，来服侍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